各位金融熱炮嘅頻道粉絲早晨啊！今日3月8號300婦女節嘅美好早上啊，祝各位婦女唔婦女少女咧都有一個美好嘅早上啦。咁啊，今個小影片嘅話，想同大家 update 翻今個星期嘅港股、美股嘅大事件啦。咁亦都想即係實測翻呢個 Max 咧係啦，咁啊最強嘅。叫做咩智能化嘅分析能力咧，實測下咧究竟係點樣㗎？咁啊，我哋個頻道係講翻呢個嘅投資啦、財富增長啦、人生進步等等啦。咁如果對呢範疇有興趣咧，記得千祈唔好錯過，要 follow 翻我個 YouTube channel 啦。OK，咁事不宜遲啦，講下我哋港股先。其實今個禮拜咧，港股方面就有一個嘅先升後回啦，琴日嚟講，咁啊全日高低波幅達到呢個604點嘅，咁啊亦都呢一個嘅季檢咧，琴日係開始咗啦，大市成交仍然係偏高企，3831億嘅，咁啊其實睇翻最近我哋嗰個港股成交方面啊，其實都係整體上係一個嘅偏強嘅狀態，OK 一個嘅整體上咧偏強嘅狀態啦，咁仲有就係話我哋嗰個嘅。市場氣氛咧好受到一啲相關嘅人工智能啦、板塊啦，或者係一啲嘅國策嘅影響啦。特別喺美股方面啊，佢嗰個嘅美元咧跌咗3% 咁多㗎。咁啊最主要就係因為佢成日關稅政策嘅朝令夕改啦，關稅政策嘅朝令夕改咧會影響到好多嗰個嘅。市場嘅氣氛啦、投資嘅風氣啦，同埋嗰個避險情緒，好明顯就係由美國嗰方面咧係轉移翻去中國嗰方面嘅。咁啊睇翻成個禮拜，恒生指數仍然係升翻1289點嘅，升咗5.62%啦，亦都係扭轉翻上星期嗰個嘅跌勢啦。OK，咁啊騰訊咧亦都係見到嗰個3年嘅高位啦，終於都見到3年高位啦。咁啊最高去到547蚊嘅 ，OK 係547蚊呢一個嘅高位咧，咁就有少少嘅回軟啦。咁其實回軟嚟講都係一個正常嘅動作嚟嘅，OK 回軟嚟講都係正常嘅動作啦。咁啊同埋就係話一個大市健康嚟講咧，回調係好嘅。咁嚟睇翻最近嚟講啦，今個禮拜就終於加咗有個嘅關稅啦，特朗普方面咁啊，對於翻中國商品咧累積加徵20% 關稅，2月初加10%，3月4號再醒多你10%，咁啊導致翻咧買家利潤暴跌啦。咁其實如果你用翻12蚊美金嘅商品為例啦，加翻20% 關稅之後咧，利潤咧縮水3倍咁多㗎。咁另外啦，如果啲3C 配件類產品本身嗰個邊際毛利率其實都唔多㗎啦。咁如果一加關稅咧，就倒蝕嘅。咁其實佢呢個動作最主要成日都話保護翻佢本土嗰個嘅生產力啦。但好老實講，20% 關稅都係保唔到幾多，因為本身喺翻美國當地嗰個生產成本偏高㗎。所以如果唔係點解啲廠商會擺晒喺外國咧？例如墨西哥啊、加拿大呢啲去做一個生產咧？咁關稅另一個大影響就係話嗰個嘅物流成本會上漲啦。咁同埋2月以嚟啦，侵上場咧，美國嗰個海關系統係因為個政策係頻繁改變咧，係啦，咁混到一片混亂㗎。咁同埋佢個單日嘅處理能力咧好低啊，得150萬單啫。咁而中國新增個包裹咧就每日多200萬單㗎喎，咁亦都導致嗰個嘅運費上升翻啦。咁其實好明顯嘅，當你個政策有麻煩 ，OK， 跟住咧處理又慢嘅，咁啲人就自然走翻嚟中國呢一邊㗎啦 ，OK。另一個影響就係話全球供應鏈嘅穩定性受到影響啦，咁亦都可能係因為一啲嘅關稅嘅唔穩定啊、地緣政治嘅風險，好多企業可能會將一啲產能逐步轉移去東南亞。咁但係當然啦，佢未嘅基礎設施未必話有原本咁好啦。譬如呢一個嗰個嘅原底嘅規則啦，譬如墨西哥被加徵關稅先例啦，導致嗰個嘅供應鏈嘅結構成本咧重塑係要多達幾十億美金嘅，咁亦都係會導致一啲行業嘅生態鏈咧，我認為係會係汰弱留強明顯嘅，因為你轉移基地，首先第一你要有錢啦，如果唔係你就可以收檔啦，係咪？咁仲有就係話關鍵產業鏈咧可能會中斷嘅。咁啊，因為佢對加拿大同墨西哥落重手25% 關稅啊，導致北美汽車嗰個生產成本會貴3500蚊到12000蚊不等嘅。咁啊，部分因為個零件停產咧，係啦，會停產2個月嘅。咁所以你見到
歐洲車啊或者係 Tesla 本身個 sales 其實已經係斷崖式下跌啦。咁如果仲加埋呢啲因素咧，即係直接啲講咧，我相信車企可能會死得仲快嘅。OK， 即係我相信車企可能會死得仲快啦。咁呢個嚟講，你係要有個關注嘅，即係譬如 Tesla 啦、GM 啊、T 啊呢啲，即係唔好亂咁話咩價值體現啊低位，因為其實一個 cycling 嚟講咧，OK 一個 cycling 嚟講咧 cycling 你首先好似港交所，你有得 cycle 先得㗎，大佬，你成個係滅亡嘅，即係好似 Motorola 啊，或者係一啲嘅 BlackBerry 啊呢啲以前嘅我哋上一個年代嘅 MD 機嗰啲咁樣就冇得 cycling 㗎啦。咁車其實亦都係一個冇得 cycling 嘅嘢嘅 ，OK？ 福士你見到 F 呢啲其實走勢好差㗎，明白啊？所以其實你哋要關注一件事，佢究竟有冇得 cycling 咧 ？OK？ 好啦，咁中國嘅應對政策啦，其實我哋都係以油制鋼㗎，對美國大豆加徵10% 關稅，咁直擊咧呢個中西部嘅搖擺州啊，咁其實我哋中國都好醒㗎喎 ，OK？ 咁孫子兵法36計，同時亦都係開拓同巴西、東盟等等合作。正所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哋朋友啦。數據顯示其實1月到2月咧，中國喺巴西進嘅大口咧，比同期增長47%，即係其實中國做緊嘢同埋做緊嘢㗎啦。咁另外啦，會推動啲海外倉嘅佈局啦，同埋品牌嘅轉化啦。你見到好多啲品牌嚟講咧，都會通過啲嘅進口啦、分撥中心咧，減低關稅嘅風險嘅影響嘅。OK， 關稅風險影響嘅。咁同埋啦，呢一個嘅關稅撩亂嘅政策咧，亦都反映到美國嗰個嘅政府咧，政治驅動嘅短視性啦，最終咧係會令到自己經濟自噬嘅。咁呢個其實無論係巴菲特啦，無論係彭定康都講過相類似嘅嘢嘅，即係啲關稅啊，即係殺敵一千自損999嗰啲 friend 啦。2025年1月份美國 CPI 核心通脹3.3，咁其實而家講緊美國係講37萬億嘅大債仔啦。咁如果你話個核心通脹唔講咧，佢減唔到息咧，又減唔到關稅咧，其實係自殘嘅。所以你見到Donald Trump 係好積極去做一啲嘅叫做咩啊？加密貨幣儲備啊，因為佢係紙上黃金啊嘛，即係佢喂，如果將加密貨幣 Bitcoin 係啦，將嗰啲咩瑞波幣啊、咩幣啊，即係幻化成人類嘅係啦，一啲水啊氣泡幻化成人類嘅，佢可以還債，但係我相信傳統上面嘅阻力聲音好大，所以你見到個 Bitcoin 係翻去發布行政命令，話做嗰個咩儲略貨幣咧，其實都冇乜料到，副市場都唔騷佢啦 ，OK？ 咁仲有啦，其實單邊主義咧會令到嗰個嘅產業鏈咧係更加快去除呢個美元化㗎。咁誒從我哋中國呢一方面啦，中芯啦，嗱呢一啲就係當年8年前蝦得好慘嗰啲咁嘅嘢啦 ，OK？ 咁同埋呢一個嘅產業點去美國化啦。咁你見到佢做到個 RCEP 嘅國際成員，亦都係佔全球32%。中國啊、東歐其實自己都靜雞雞去做翻㗎。正所謂周易所說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聖人乎 ？OK， 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喺翻關稅幣之中咧，唯有呢一個平衡嘅改革力啦，同埋政策嘅穩定性咧，先可以避免重蹈覆轍嘅。OK， 咁你話歷史上面其實好多時嘅朝令夕改啦，包括呢一個嘅王莽新政啦 ，OK， 呢個明朝嘅崇禎帝啦，甚至乎呢一個嘅呢個嘅叫做咩啊？民初嘅時候，即係喺清末嘅時候啦，慈禧嗰啲咩百日維新都係差唔多嘅啫。朝令夕改其實得一個結局就係死亡。OK， 咁我希望呢個美國方面咧，死亡前就會醒目少少啦。OK， 醒目少少咧，咁就唔好咁快死亡啦。OK， 好啦，咁今日咧，最後我想試一試咧嗰個Manus 嘛，係咪啊？咁令到阿里巴巴股價又再一次創出一個新高啦。其實好多時咧，一啲新嘅呢啲咁嘅大模型咧，我覺得有一 download 我都好中意同粉絲嗰啲學生一齊 download 嚟玩，因為成日都話落地實戰體驗我先會正。今日我就攞咗個 link 啦，就分析呢個英偉第二隻啦，呢個 Max 嘅免費版啦，係啦。咁我就話啦，喂，你係2級嘅分析師 ，OK， 擅長財務，俾埋個角色佢啦，精準漂亮，請為 NVIDIA 做個 Excel 仔嗱。好啦，而家開始叫佢分析咯喎，佢就喺度好啦，收到你嘅請求啦。我而家咧就做一個專業嘅 Excel，包括咩財務分析、預測、估值、報告。好啦，我而家即刻開工嘅，係啦。雖然而家係早上嘅9點鐘，要星期六喎，正常分析師係唔會開工啊，應該琴日蒲完就唔翻嚟啦。
好，而家即刻收集數據，上網揾資料啦。OK，嗱揾到好多嘢啦喎，團隊數據啦、基本知識啦，跟住好多程式碼見唔見到？嗱，呢個 Max 同DeepSeek 啊或者其他嘢嘅主要嘅分別嚟講咧，係咩啊？就係話佢係識得自己上網揾資料嘅，OK，識得自己上網揾資料，同埋佢識得好多唔同嗰個嘅位喺度嘅，OK，識得好多唔同嘅位喺度嘅。咁呢一個嘅話啦，其實我自己覺得都係好特別啦，同埋可以取替到好多工作，即係俾啲死板嗰啲啦。你唔好話批判佢入唔入場啦，但係至少你個 comparison 區間係86至咩200，平均180，咁啊當前估個115.99，嗱睇下有冇講大話先嗱。首先咧，我覺得大家用呢啲咁嘅大模型數據咧，最緊要第一個點睇有冇講大話。哦，佢講大話係啦，112.69唔係115啦。咁其實呢一個嘅話咧，你 feel 到佢哋有個大弊病就係話佢唔夠貼 ，OK， 即係可能系統上啊，或者係本身喺模型嗰個嘅新舊程度或者版權問題，佢唔夠貼嘅。OK， 咁啊買入評級係啦，公司仲要買入喎，死得啦！點解咧？因為佢所有嘅分析力咧，都係建基於佢手頭上有嘅嘢嘅，即係佢冇配合到我哋人性個 angle 啊，即係佢唔會話醒到叻埋我哋中國嘅競爭對手嘅核心比較啦。咁佢會係好基礎咁講咗話，喂佢做一個計算啦，網絡部門啦，圖形嘅部門啦，點啦，佢係有一啲好簡單嘅嘢喺度嘅 ，OK， 有啲嘅簡單嘅嘢喺度啦，咁啊有呢啲相應嘅簡單情況嘢喺度啦，咁啊隨住咩 AI 變化，嗶哩吧啦，好啦，5年嘅財務數據啦，咁5年講緊啲咩啊？5年講緊嗰陣時中國完全未出啲核彈噶嘛，淨利率，喂睇條數，嗱純粹忘記實質嘢啦，剩低條數，哇幾掂啦，上嘅喎 ，LOE 又上，全部都上，靚爆現金流上，勁。OK， 好啦，2022年 ChatGPT 嚟了咧 ，AI 生成啦，滴哩嗒啦，好啦，90%，嗱競爭對手嗱歐特㗎啦，仲係講緊美國嗰幾個老土嘢 ，AMD 啊、Intel 啊、Google 啊、Amazon 啊等等啦，咁啊佢講到市佔都好勁嘅，咁其實你見到佢一個問題就係佢係聚焦翻喺美國嗰方面啦。咁啊，生成 AI 啦，芯片呢個啱嘅，但係佢忽略咗環球嗰個視野，見唔見到？但係你見到就係話佢係純粹你俾一紮嘢佢去分析咧，佢係冇問題嘅 ，OK。但係佢只能夠基於你投餵啲咩俾佢，佢俾咗啲咩出嚟，即係你種瓜得瓜，種草得草，你唔好期望佢個智能去到我哋人類嘅 level 或者係一個經驗嘅 level，佢做唔到嘅，明唔明白 ？OK， 咁所以嚟講，我自己覺得第一佢有可能講大話嘅問題啦，第二佢嘅估值模型嘅估值仍然係一個嘅比較硬橋硬馬啦，忽略咗嗰個地緣政治風險啦。咁所以我自己覺得佢去做一個嘅叫做分析股票叫你買賣咧，佢就唔得㗎啦，即係佢冇呢個能力去令到你係可以去買賣嘅。OK， 即係我覺得佢做唔到嘅。咁另外啦，佢本身嚟講就快嘅，OK， 順暢嘅，佢有進步嘅空間。OK， 我覺得佢有進步嘅空間。嗱，佢就啦，醒下有戴頭盔啦。2級分析師係分析就錯誤啦，強烈買入咁啊 PK 啦。即係如果你話聽完佢啲滴哩啦呢扎嘢強烈買咧，你就恭喜你啦，你就輸死咗啦。咁所以嚟講咧，我覺得呢啲大模型數據可以幫你整理啲嘢啦，幫你整理啲數字啦。譬如一啲比較會計學上面死板，冇啲 tricky 位。如果呢啲 friend 做會計師，你都知道，無論報稅或者係做好多報表好多 tricky 位啊，呢條數塞落邊度啊，呢個收費塞落邊度。所以其實我自己覺得佢有好嘅好處嘅，快同埋佢善用到一啲外圍嘅軟體，你命令佢可以喐到外圍一啲應用 adapt 到嘅 app 去畫圖啦、整片係做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牽涉到一啲比較投資決策性嘅嘢咧，我覺得佢有得參考，佢好快同你 gathering 嗰個嘅數據，即係佢可以好極速同你 gather 晒啲數據，但係佢唔可以去做一個應有嗰個嘅分析師嗰個嘅有嘅嘢啦。好啦，我哋做第二個例子啦 ，Tesla 啦 ，OK， 咁啊好啦，極速搭條 link 落去好啦，而家又俾個題目佢做多次咯喎，係啦，咁啊，咦睇下先佢係。好啦，呢個咧就英文版嘅，咁啊叫佢分析下 Tesla 啦，又滴哩嗒啦上網揾資料咯喎，係啦，咁啊我叫佢做啲 revenue trend 啊，係啦 profit margin 啊 balance sheet 啊，嗶哩吧啦咁樣啦，哇
其實呢一個都好犀利㗎，呢一個即係佢都強大嘅，我覺得佢自己都即係佢都強大嘅，OK，即係佢唔係話弱小到廢嘅，但係你話佢純粹 gather 數據咯，但係決策嗰度就做唔到，我覺得佢即係佢個能力未去到嗰度，OK，但係嗱整體嚟講，我哋即係開機開咗幾多秒咧，幾廿秒咁樣並領白爛並領白爛，如果揾個人做咧，呢度真係並領白爛辦你幾日㗎啦，最少。咁嗱，你會諗到呢一啲咁嘅大模型數據取代咩人啊？取代咗啲死板嘅人啦，OK。第二就係話取替到一啲好多叫做冇一個嗰個嘅冇一個嘅批判力嘅人啦。咁其實你見到佢好多嘅位會有嘅，OK，好多位嘅有啦，同埋佢好多樣嘢佢會有啦，OK。咁所以嘅話，你會 feel 到佢好多唔同嘅點會喺呢一度咯，OK。所以其實我成日叫大家咧，你即係試下大模型數據啊，係啦，問心一言我都試過就係劣評咯，同埋你見到百度而家都係要借錢去做發圍啊，OK。咁所以實就係話高低立見咯。咁我認為嚟緊呢一年咧，即係不停咁充斥住呢類型嘅信息。等大家咧係不停咁樣去嗰個市場嗰度咧，好多嘅寶藏啦、機遇啦。咁但係當然，我認為大家要發掘寶藏機遇嘅時候，都要睇翻即係真實嘅變現能力啦，會唔會煲大啦？即係譬如金山係嘅，金蝶啊，或者金山雲呢啲，其實佢低位已經抽過好多成幾倍上嚟啦。咁如果你下一季財報講緊喂變現失敗喎，變現相對地冇咁成功喎，我相信咁又有一個大型嘅震盪咯。其實今年港股係好多機遇啦，我哋由16,000點爆到24,000。3個月都冇，第一季已經去到8000點啦。但係你話喂，我而家 miss up 咗喎，你話有冇機會咧？第一期貨一定有機會啦，因為每日成600點波動性啦。咁第二你話啊，我個本金唔大，其實好多個工具，譬如窩輪牛證啊、期權啊等等，你學識咗之後，其實都會有好多幫助咯。咁所以我就係想大家就係話多啲去涉獵其他嘢咯，好冇？咁啊，跟條片呢度啦，咁希望第一條片俾多啲 like 我啦，咁啊。咁咧就可以持續出啲片，多啲鼓勵。有啲咩問題交流，歡迎留言區同我傾。拜拜。